北 K 哦，现在我明白。训练怎么他都不吃。这样呀？对，这个就是从嘛。所以咱人嘛共款的，伊是习惯，嘛是一个习惯的，对吧？对吧？食菜啊。对。你如果吃铁嘛，就你都有惯习的。有惯习。自细汉就要有惯习，伊咧食就较健康。咱人嘛是安尼的，你出世人就可以食。大只。我菜，有我嘛。为